女人管理好自己嘅情緒，你知唔知道幾咁重要？啱啱有一位腫瘤醫院嘅粉絲過嚟請翡翠嘅時候，同我上咗一個下午嘅課。佢哋作為腫瘤醫院嘅開刀醫生，每日都對住千千萬萬嘅期盼同埋無奈。所有健康嘅根源唔係你食得幾好、住得幾好，最重要嘅係你嘅心情有幾好。呢段話咧，我自己係好有身同感受嘅。佢仲同我分享咗，特別係女人萬病歸於情緒。佢話佢經常壓力大嘅時候咧，都會攞出自己請嘅翡翠出嚟慢慢欣賞，希望佢可以俾自己帶嚟愉悅嘅心情、美好嘅期盼。所以與其講咧話人養玉，不如講咧玉養人一生，就係咁嘅道理。呢個就係大自然咧俾我哋嘅饋贈。當我哋心情唔好嘅時候，多帶翡翠，多令到翡翠嚟滋養我哋，將唔好嘅情緒驅走佢。你睇睇呢啲咁靚嘅葉子，雕刻師將佢雕得咁巧奪天工，唔通你睇到佢，你仲想發脾氣咩？仲有呢個咁厚裝肥嘟嘟嘅福瓜，希望你日日將福氣掛喺身上。有啲高冰嘅葉咧，呢一片我哋已經鑲咗出嚟啦，好簡約，但係咧佢好舒服，好水潤。仲有呢盤咧大個嘅種水咧，亦都好舒服。仲有呢個滿綠咁厚裝嘅佛宮啦，所以大自然有咁多美好嘅嘢，我哋一定要保重身體，將自己咧嘅目光放長遠一啲，令到自己每日心情都靚靚，令到自己心身愉快，過一個健康快樂嘅馬年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坑。